自安尼看到家己的状况，我有够后悔。除了有时含即个厝边讲几句话，我无人通交谈。除了双手的劳动，我无其他工课通做。我安尼甲家己讲，我袂输风偏伫风倒。除了家己身边无半个伴，毋过这是真公道的代志。咱人拢着反省，故目前的状况和别人较歹的状况相比较，天公可能会互伊对换，安尼就互伊个亲身经验去相信早前的幸福。我讲安尼是真公道，因为反省起伫孤岛的真正孤独生活，这是我的命运。因为我无应该抢在无满足眼前的生活。假使迄时我若肯继续即款生活，真有可能后来我会大兴旺搁大好业。伫我的好朋友，也就是伫海上救我的船长转去进前，我已经渐渐适应正做的工课。伊的船留伫遐将近3个月，装货和做航行的准备。但我甲伊讲，我有一寡资本留伫南顿的时，伊互我一个真友善搁诚恳的建议。英国先生伊安尼讲，伊总是安尼甲我称呼：你写一张批，搁互我一份正式委托书，叫迄个伫南顿替你保管钱的人，甲迄钱汇到里斯本，交互我所指定的人，互伊搁迄钱去款我伫布拉吉奥有路用的货。等我过来的时，天公保庇，我就替你加运过来。毋过因为人总会拄着变化和不幸，我建议你先动用一半的资本，也就是100英镑就好，先安尼冒险一下。一切若拢顺利，你才搁共款方法搁做一摆。万一有啥代志，你还有另外迄半钱通使用。这确实是万全的建议，是真友情的建议。我相信这着安尼做。自安尼，照船长的要求，我写一张批互替我保管钱的夫人，搁写一张委托书交互即个葡萄牙船长。伫写互迄个英国船长寡妇的批内面，我详细讲起一切我的冒险，我安怎真做努力，搁逃走。搁讲起我安怎伫海上拄着即个葡萄牙船长，伊安怎对我慷慨搁仁慈，以及我目前的状况。另外，我搁列明我所需要的物件。等即个中户的船长到里斯本的时，伊就想办法找一个英国生理人，甲我即张批载到南顿，交互迄个寡妇。英国船长的寡妇接到批，就甲钱交互伊，搁用伊私人的钱做谢礼送互葡萄牙船长，感谢伊照顾我的温情。南顿的生理人就雇迄100英镑，照明细币办货物，直接寄到里斯本互船长。船长搁甲这一切安全运来布拉吉奥交互我，其中有诶我无写着，就因为我伤少年，想袂到遐济。伊拢替我传便便，亲像各种工具、器具，以及各种建造需要的用品，这个拢对我有真大的路用。即批货到位的时，我意外搁欢喜，感觉我已经好业啦，而且我迄个管家也就是船长啦，搁用迄个寡妇送互伊的5英镑买一个萝卜，再来互我契约期限6年。船长啥都毋收，干焦勉强收一寡薰草，因为迄是我家己的产品，又搁硬如互伊。毋若安尼，一切我的物拢是英国制的，亲像讲布、毛料、棉仔等等的物件，拢是布拉吉奥即所在所需要、所贵重的物品。我阁真好的介绍卖出去，结果互我趁买我4倍的利润。致使我的建造成果大大超过我迄个可能的厝边，因为上头先我就买一个乌人罗勒，搁请一个优乐巴萝卜。另外头拄仔有讲过，迄个葡萄牙船长嘛为里斯本买一个萝卜送互我。
不而个辛苦钱收袂牢，甚至惹麻烦。这就是我的状况。过年我会种作大成功，为我的土地我收成50捆分叶。除了供应厝边隔壁的需要以外，还剩真济。这50捆分叶，每一捆的重量拢不止一项水话。我加拍打收好势，藏起来等为李斯饭转来的上存。这时生理和财富拢一直增加，我的头壳开始充满各种做袂到的计划和事业。这种情形，老实讲，往往会毁败上有头脑的生理人。假使我留伫即阵的抗战，我的生活定着幸福快乐。迄种幸福快乐，正正是阮老爸苦劝我去追求的，一种平静安分的生活，也就是伊所讲的中产生活的幸福。这真合理搁实际。毋过其他的事项在等我又搁造成家己的悲惨，特别是我又增加我的过错，互我后来加倍反悔。伫我未来的悲伤当中，我定着有阳光通反省。所有我的失败，是因为我显然的固执搁愚戆的个性，坚持要爱流浪到外国，为着追求迄个愿望，我违背大自然和造物者的意愿和我家己的职责，放弃过平常正当的手段追求幸福的生活，致使对家己造成不尽的伤害。